大家拢讲现济啊吼，我简单讲我的，我最近拢伫拍乒乓，这敢若跟事业同款，每天哦，假如我若无拍乒乓的时吼，我就出去行路，参加太太出去行路，阮太太就合作。 他从不会打乒乓球到现在，我们2个人是无敌手。在圣地亚哥是那个打乒乓球都会看到我们在打并且我们跟好几个 group 在打，在 Oceanside， 在 Encinitas、Carlsbad， 还有台湾中心。 还有一个 Ocean Air， 我们有4、5个 group 在打，当然是轮流了哈，我们现在还很耳明目聪，身体又很好，所以我们常常出去玩，看看这个世界，所以。 我 travel 很多，谢谢你们。那个，如果你跟太太单独打的话，可以。可以，我跟我最初的就是跟他一起打。哎，我们要不要打一打？现在，我还有记住，在阿拉斯加的 cruise， 我们有一个 cruise。 同学会在阿拉斯加 cruise，1963年的63高我们3届还是4届的，邀跟我们比赛，跟我们比赛，结果我们出了差不多10位同学跟他们比赛，他们认为他们会赢，结果他们输了。 这个我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哎，你太太打单独打谁会赢？谁会赢啊？这个因为是我教他的，所以我想输的话是，他打得很好，我教他，我们一起。 最初我们一起学交际舞，那是最初的时候，开业了以后，晚上就去学交际舞。我们学交际舞了以后，又加上学tennis， 这时候 tennis 我们又跟别人打，哥本兰也是我们在那时候有对手了哈。 女孩子也有女孩子的 group， 就是说在打这个tennis。后来我们又打 golf， 又打好几年的 golf， 1、20年的 golf。现在变作打乒乓球，最小的球，不过是最快的球，要耳明，要眼明手快，不用。 看天气，说今天有没有下雨啦？今天有没有太阳啊？在室内打，随时都可以打。1个小时、半个小时、2个小时都可以。还有double 就是男女混合打，所以很好的运动。好，大家。